想要北上置業，住大啲、平啲、方便啲，今期推介嘅呢個樓盤呢，佢總價最低只需要210萬，而且仲要係俾公園同埋雙地鐵包圍，絕對啱晒大家。嗱，樓盤坐擁深圳14號線、16號線嘅雙地鐵口啦，半個鐘可以直達福田中心區，翻工香港或者北上消費一腳踢啦。呢度咧翻深圳灣啦，搭高鐵咧都係好方便噶啦，真正嘅深港同城嘅生活。樓盤位於坪山嘅真中心區核心地段，發展快、潛力大。嗱，社區做到咧3梯4戶啊，低嘅梯戶比咧，舒適度、隱私度咧都係剛剛好噶啦。嗱，咁我哋嘅單位咧係70平方到121平方嘅2房到4房，北上生活一家大細都啱晒住啦。嗱，最正咧係佢嘅生活配套啦，過條馬路就係8.6萬平方米嘅益田假日世界啦，超市、食肆、戲院全部齊全嘅，樓下自帶4.5萬方嘅商場，買餸食飯咧深港通勤一步到位啦。咁北上生活咧唔使捱貴租啦，唔使住細屋啦，呢度可以一次滿足晒啦。嗱，咁呢度咧啱港人嘅北上置業首站啦，咁交通配套各方面都齊全喎。有興趣？嗱，留言或者 PM 俾我哋，然後咧我哋就安排專車睇樓。